是吧？哎，晓得啦。晓得，那不是这嘛？不是这个，你准备哪个呀？我听广告日。听广告日是吧？好哎，那么今朝我觉得你讲一个棒的一个故事好吧？棒的？你只晓得棒的嘛？个棒的是不是？哟，你都没晓得嘛？棒的来呀！棒的呢是吴举个地名啊。去了可惜呢，吴举始终给他。哎，根本知道这为什么要叫棒的呢？哎，对，为啥？嘿嘿，这特别呢，杨妹妹就讲本听啊。好。常常事已之前呢，提供像个愿望，知晓得吧？是呢，让李东兵啊到饭店里寻一个犯人当新人。哎，李东兵呢进个吴局的辰光呢，哎，就看见啊吴局的地方呢山清水秀，哎，他在，那么就决定啊，在这个地方寻一个犯人当新人。那么是哪个情人？假使得你随便挑一个就当人先。老师啊，跟我好到吧？嘿嘿，问得好。知道是哪个情人呢？是快啥发现啊？吴局老头就给他呢特别个闹忙。那么子啊，就装扮成一个马汤的。哎，一边马汤的，一边就寻一个犯人当新人。有一天呢，正当自个马汤的个辰光啊，就看见前面一个小鬼头啊，搞白相。马汤的，正宗水磨粉汤的，马汤的嘞。哎，小朋友啊，小朋友，来，过来。你搞开的啥？搞开母女百家。母女百家，开车的说明道理的吧？你听到了不想？你发现啊？每头母女百家的辰光呢，天叫落日的。哦，母女百家天要落日，不错。你这里考考你看好吧？好。假使讲啊，你讲小吃钓鱼哇？你讲是天晴的辰光钓好呢，还是落日天钓好呢？落日天。落日天不是知道啥意思吗？为什么你要到落日天钓呢？因为落日天呢，鱼在往水面落里来，好钓些。天晴的辰光，鱼在白拉山多，不好钓。哎，听上去还有道理的哇！这个小狗头蛮聪明哎，也是个当新人个料。我们学起来，来，小朋友来，你呐是个聪明的小朋友啊，把它放在上门去呢。大家，呀，这汤的是怎么样不打出来？我太多吃的嘛。小朋友，你讲啥话看？小朋友，我再考考你好吧？让我再考考你好吧？哎呀，那么尴尬的，本来呀，自己要当新人哎，我躺在秋的，都快闷声不响了呢。哎，这样子啊，心疼你了，可惜的。张天师，老张，你同去给他一挂肉的呀？是挂子啊？哎呀，这种苗子我吃做哎，一开始没得搞不清楚哎哇。我那一个不当心，让讲那个叫棒呢，比较棒劲啊。哎，那么老百姓做样的呀？哎呀，你本事干的嘛？你现在虚播。哎呀，非要吃广智，我上面个领导，我哪都晓得不啦？别像你样子给，那他一叫我去当官府呢，谁敢吃呢？这个吃，那么你看官子嘛，一副不让领导晓得了哈。哎，老百姓做样的，上弄出来，他非要刮别的呀，对不啦？看那个，这还是拔头本的。拔头本啊！真的是当官府，上次虚日。哎呀，光吃，不好吃，我不吃。好吃是吧？好吃，王说不疼的，放心。要么干？真情吃黑细。多知道这个张天师啦，我们来哪个呢？嘿，你不要讲，听妹妹叫灯光。好。这两个人呢，打的只是个为了这样，也分不出多智贵人狠。许他这个辰光呢，这条绑架总是发霉的啊！哎，我说了呀，女的本事啊，你不要别人哈的呀。那个绑起的那好讲了啊。哎呀，身子都搞出差错的。
俺娘们老等我再起回来，快点，两个洗下虚腾的。大菜，小头，跟着王师哥往来啊。等我，我坐着，我需要你，我是一只。说的最真呢。哦，真不要干了。跟踪就是下本追。是背了快，我们去安排安好啊，俺等车动车。你呢？你跟着分局。是他的，不要给他拿刀子来，让你虚腾的。那我。要是这个嘞，好哎，来啊！推动车。哎呦，你呢？哟，跟你是多少？是的。呀，你给提示的老毛去了。那哪么去了？来，跟我转。搿么搿就绑紧，总是不长提示去头了吧？嘿嘿，有得干起的啊！我都绑紧僵得了要死了，只有你肯去干嘛不许他？这绑紧呐，把长提示卡了之后呢，你仔细的塞塞。一拿着塞给直棍。连水之后呢，一划到塞给好跳呀！这个绑紧呢，阿姆雷呢，还是把长提示举出来。哎，举那下打给个人当中呢，一拿去正北个地方啊，小推到台里呀。从此之后呢，这个台就叫做。我晓得，这个台就叫做绑带。哎，聪明啊，没错，就是绑带。